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節目繪本新聞。我哋每次會用5分鐘為大家介紹一本好嘅繪本。小朋友睇到好嘅繪本會好開心，而大人亦都可以從中得到共鳴，獲得人生觀，可以去反思同啟發我哋嘅人生，活得更加有層次，活得更加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睇下今日嘅繪本新聞。歡迎大家收睇繪本新聞，我係今日嘅報道員 Jenny。今日主要嘅新聞有：住喺森林入邊嘅大雄先生上星期因病離世，剩返佢太太一個住喺木屋入邊。佢哋嘅仔仔女女都好擔心媽媽嘅狀態，唔知道佢一個人喺屋企又要面對伴侶嘅離世，能唔能夠應付到？我哋都去到木屋入邊探訪大雄太太。多謝大家嘅關心，大雄先生嘅離開真係令我好傷心，每一日都好似度日如年咁樣。當我想收起佢送俾我嘅碟嘅時候，我發現原來個盒入邊佢寫低咗句子，寫住希望這個碟子帶來許許多多美好的回憶。就係因為見到呢一句說話，我回想起過往好多開心幸福嘅回憶，每一個回憶都令我振作起嚟，成為我繼續努力生存落去嘅力量。我而家用呢隻碟去載住我整出嚟嘅美食去招呼身邊嘅鄰居，讓佢哋都可以從呢個碟上邊嘅食物得到快樂同幸福嘅感覺。我啱啱都整咗個蘋果批，不如我就用大雄先生送俾我嘅碟去裝住呢個蘋果批，招呼你哋，讓你哋都可以感受到大雄先生呢份愛。呢個感人嘅故事由一隻碟開始。新婚嘅時候，熊先生送一隻又大又靚嘅碟俾熊太太。熊太太好鍾意呢隻碟，仲將每日所整出嚟嘅美食放喺隻碟上邊。熊先生食得津津有味。後嚟到佢哋生兒育女，隨後剩返佢哋2個相依為命。到最後，熊先生因病離開，剩返熊太太一個面對住熟悉嘅環境，佢好怕整爛呢隻碟。如果萬一整爛咗，就好似永遠失去熊先生咁樣。無論係故事入邊嘅主角，定係我哋喺現實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家人或者寵物嘅離世。呢一種悲傷嘅感覺，確實唔容易去度過。逝去親人留下嚟嘅物品，唔單止係一件遺物，亦都係一個愛與回憶嘅載體。就好似呢個繪本入邊所形容嘅碟。作者同插畫師好巧妙咁用一隻碟去化為我哋日常形容中嘅遺物，讓佢更加具體呈現出嚟，讓我哋讀者更加感受到呢一件物品其實過往承載住好多好多唔同嘅回憶，亦都承載住家庭入邊每一個人嘅愛喺當中。回憶點解咁重要？我哋認識某個人發生嘅某件事，都可能會化為美好嘅回憶，儲存喺我哋腦海中。未來嘅某一刻，我哋可能會將其中一段美好嘅回憶轉化為一股力量，好好生活落去。故事入邊嘅熊太太，當佢先生離開咗，佢都幾乎想放棄現有嘅生活，每一日都覺得百無聊賴。但係當佢發現到原來熊先生一早喺呢個盒入邊寫低咗一個幸福嘅咒語，讓到熊太太頓時揾翻生活嘅寄託。呢一句句子嘅信息就好似代表住，即使我唔喺度，你都要繼續好好咁生活落去，繼續創造幸福嘅回憶。呢一句說話解除咗熊太太嘅心魔，讓佢勇於去重新找回對生活嘅熱愛同埋希望。可以見得到呢個故事並非單純談及生與死嘅生死教育繪本故事，當中亦都結合咗家庭歷史、獨居、物品嘅議題，重點放喺伴侶嘅離世。而家我哋又講下呢本繪本故事入邊嘅構圖與插畫特色。角色嘅勾勒定係色彩嘅選用，都營造咗溫暖嘅一面，嚟襯托翻呢個故事入邊前期溫馨、幸福、美滿嘅時光。值得每一位讀者留意嘅係喺插圖入邊好仔細咁，每一個階段佢哋櫃上面嘅家庭合照都係不一樣嘅，甚至可以見到熊仔仔同熊女女嘅成長畫面。而喺夫妻之間嘅關懷同夫妻之間嘅分工合作，都可以見到佢哋當中嘅默契同互相彼此嘅協調，嚟反映出佢哋生活嘅美滿。故事嘅前半段營造一種溫暖、幸福、美滿嘅感覺，而當熊先生離開之後，畫風一轉，變得哀傷、憂鬱，
甚至連本身喺櫃上邊放住好多幸福嘅家庭相嘅位置都變得黯然失色。而更加值得讚嘆嘅係，洪先生喺送俾洪太太隻碟個禮物盒嘅盒蓋入邊寫低咗句字句。而喺故事嘅開端，雖然大家都會見到呢個禮物盒，但係點解大家都見唔到呢一句字句嘅呢？因為喺插畫方面，心思細密嘅插畫師就將呢個盒蓋反轉咗，所以大家就係見到個盒蓋，連洪太太自己都見唔到盒蓋入邊洪先生所寫嘅文字。我哋去到故事尾段，同洪太太一齊同步發現呢個盒蓋入邊嘅句子。呢個位置我哋能夠感受到洪太太當刻嘅驚訝。隨住時光流轉，一隻碟如何維繫一個家嘅記憶同精神核心？深厚感情嘅伴侶，當某一方離開咗之後，剩低嗰方又如何面對同適應生活嘅變化？我哋今集嘅繪本新聞時間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喜歡嘅話，歡迎 subscribe、like、share，讓你第一時間可以得到我哋最新嘅繪本資訊。多謝大家，再見。